要来一针。各位乡亲们，大家平安。平安。咱今日搁一届伫主日，咱要来做伙敬拜俄罗咱的上帝。特别今日是咱的圣诞的赞美礼拜，咱要透过今仔日所有礼拜的天数，透过今仔日咱伫遮做伙敬拜，伫遮俄罗，搁一届来庆祝咱的救主耶稣降生的好消息。今仔早起，真正会当感受到耶稣降生带来欢喜的好消息，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我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甲你平安，甲伊讲：圣诞恭喜，上帝听你。圣诞恭喜，上帝听你。咱伫咱开始礼拜进前，敬拜进前，咱为着几样代志，咱做伙来祈祷。头一项，咱为着今仔日早起是个礼拜，咱每一个人的准备心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咱准备好，今仔要来敬拜，也准备好，搁一届迎接耶稣基督降生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求上帝来帮助，求上帝来引带，咱做伙开喙，为着今仔早起是个礼拜，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准备心来迎接耶稣，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开喙来祈祷。主啊，请阿爸上帝，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早起时，搁一个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互阮通了解你降生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好的消息。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伫早起时会当来专心来仰望你，伫早起时会当专心来敬拜你。主啊，帮助阮，互阮伫早起时透过礼拜，搁一个来领悟着主你的奇妙，领悟着主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第二项，咱为着今仔早起是咱所有服侍的同工来祈祷，特别咱今仔有除了伫敬拜团的服侍，咱看有圣歌队的服侍，有咱管学院团的服侍，有咱主日学学生嘛要做伙来唱歌服侍，搁有侪服侍同工，无论伫4楼、伫1楼，还是教会所有的服侍当中，为因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透过每一个人的服侍，透过上帝互人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做伙来敬拜而咱的上帝，咱做伙开喙着早起所有的服侍同工，咱做伙开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为了早起时所有的服侍同工，咱来祈祷，主啊，帮助阮，互阮透过今仔早起时所有的服侍同工，因的服侍，互咱搁一届当来调起你，会当来看起你。主啊，感谢你，主啊，帮助每一个服侍同工，主啊，感谢你。声对天来，关山回应靠天涯，美妙声音真响亮，好听高叫变地响。
团合，互你称赞当而乐。乐主，延更器官兄弟。请咱兄弟们继续来祈祷，特别咱今日是庆祝救主降生的一个主日，我们一起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感谢神差派了独生爱子来到我们的世上，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来到伫咱的中间，真做是咱的救主，互咱会当感受到伊的恩典。咱做开嘴来阿乐，开嘴来向上帝来感谢，因为伊赏赐耶稣，真做是咱的救主，咱做伙开嘴来感谢。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你都是圣子耶稣，就来到伫阮的性命。主啊，感谢你，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爱使来到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翻转。主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声的赞美你，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声的向你欢庆，因为这是一个何等奇妙、何等宝贵的一个礼物。主啊，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在这里大声的欢庆，在这里大声的赞美，因着你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消息。主啊，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感谢你，主啊，赞美你啊，主啊，赞美你，是的，主赞美你，是主赞美你。就来别离现条件，天使所不显应你，归了敬拜当尊崇。基督做咱心情望，了主，延更器官兄弟，咱做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你派你的独生圣子来到伫世间，来到伫阮每一人的性命，真做是阮每一人性命中上宝贵的礼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好消息。主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伫今仔早起，阮伫遮组织，搁一届来庆祝你降生的好消息。主啊，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的礼拜，透过我们早上对你发出来的赞美，透过我们早上在这里所发出来对你一切的颂词，都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因为主你是配得的，因为主你是最好的那位神。主啊，用我们今早的敬拜，用我们今早所发出来的声响，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也透过今早的礼拜，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搁一摆感受到主你降生，伫阮每一人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宝贵。将这款的恩典，将这款
你互阮每一个人的礼物，真正是放伫阮的心中，从早起时的礼拜全然交托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候，请咱兄弟姊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跟我们说，跟我们的神说，主你真好，主你真好，因为你赏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最珍贵的礼物，成为最棒的恩典。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直到永远。主你真好，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主你真好，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来的人，从过去、现在，一直到万代，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来敬拜你，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You are the good， 神你是最好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来对主说：主你真好，主你真好，以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主你真好，以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主你真好，主你真好，以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主你真好，以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从各国各处各方来的人，从过去、现在，一直到万代，来敬拜你。哈利路亚。说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the good, You are th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主你真好，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从各国各处各方来的人，从过去、现在，一直到万代，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我们一起大
你是主。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呼喊耶稣的名，因为今天是他救主降生的大好日子。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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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耶稣，耶稣，耶稣，哇哇，哇哇。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耶稣，你是我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耶稣，哇哇，哇哇，耶稣，耶稣，哇哇，哇哇。我们一起拍手，将最大的掌声献给爱我们的耶稣。天在挂下对天来，关山火焰靠天涯，我
利路亚，阮阿老天顶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主你独生圣子，阮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阮这时当心自入，就是要唱歌阿老来敬拜，来宣扬主耶稣降生，拯救世间人这大恩典、大祝福。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啊，当我们认识这个美好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大家同心聚集，同心跪拜，同心赞美，是因为这个救恩是属于每一个世人愿意接受主耶稣降生这个美好救恩的。感谢主，我们又是有福分的人，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同心敬拜，同心感恩，也愿主耶稣降生的好消息传遍世界各地，特别是在那黑暗、在那软弱、在那战乱、在那饥饿的人当中。神啊，感谢你，愿我们今天用诗歌、用敬拜、用祷告、用主你的话语一起分享，愿这个礼拜成为荣耀主的敬拜。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这个聚会。愿天顶的上帝施恩赐福，让每一个开声吟诗阿老的，每一个阿老主、赞美主、哈利路亚的人，拢得到这个天顶来上帝你的祝福甲福分。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我们的祈祷文，我们要用主的祈祷文一起来同心祷告说：愿你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我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叫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属代代无尽。阿门。来，我们捧啊，来俄罗斯，哈利路亚，请坐。我们请同工回座。各位兄弟姊妹，咱随时开始，咱今仔日这个圣诞赞美礼拜，我们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圣歌队跟我们的乐团，还有我们的儿童诗班来唱赞美诗哈。咱分2个小阶段。第一段唱完诗歌休息，我们就来读圣经，来起应文，来祷告。第2阶段圣歌队才阁续接落去唱。咱今仔日拢总有圣歌队，有咱的乐团、管弦乐团，阁有咱的儿童诗班。愿咱大家用嘴唱，用心和，咱大家做伙欢喜来学乐主的降生。众百姓，请来用欢喜较无的心，呼求伊玛内利，请来就近伊玛内利。虽然人生性命有夭折、征战、交战、拖磨，请来，咱来祈求伊玛内利，请来，夜头5望圣子婴儿降临。
请来听候圣囝要来临，请来哦，请来姨妈瑞丽。有
我的百姓啊，当要预备道路，因为有一位童女要怀孕，生下一星婴儿，万国万民因他欢欣，他名称以马内利。今日婴孩为我们生，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和平君王，全能的神。他要掌权作王到永远。有婴孩为我们生，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有圣子为我们降生。我
有天使对约瑟讲：无得惊，你着带玛利亚做某，因为伊要对圣神怀胎怀孕生囝，你着甲伊号名叫耶稣。无得惊，我的百姓啊，将家兄交托，着交托，因为上帝要甲你伫地，上帝要甲你同在。主
即时咱要做伙来启用，咱要用台语启应文第39篇，以赛亚书第2篇。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拢会由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等下没用到吧？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人，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实行审判，因会将刀拍做犁头。即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伫至悬的所在，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此刻这个时候，我们在主的圣殿吟诗唱歌、弹琴击鼓，以欢喜的心情来迎接圣诞的到来。幸哉幸哉幸哉！至圣大主宰，全能永远的爸上帝，只有你堪得阮尊崇甲呵乐。感谢你，互阮会通迎接救主的降生。这是上帝伫历史上伟大的事，诚做阮每日追求甲仰望的信仰。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诚做人的样相，承担苦难，疼世间人，救赎阮脱离罪恶，做阮伫黑暗中的光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人类最大的恩典，最好的礼物。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生，住在我们的中间，带来丰盛的恩典和真理，使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用新的眼光看见美好的未来。主耶稣基督甘愿降生，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留下美好的榜样，是叫我们学习谦卑与顺服，彼此建立那美好的关系。主啊，谢谢你，你在马槽出生，没有一个人的降生是比你更谦卑的。我们要学习你的样式，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以行动来关心照顾困苦人的需要，让这些在黑暗中的百姓，他们都能够得到些许的温暖和盼望。你的话成就在富强教会众会友的身上，我们顺服、仰望、降服，因为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照你的话去行。主啊，谢谢你成就在富强教会。主啊，当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也就是1年就要过去了。我们数算这1年所领受的恩典，是讲不了，也算讲不尽，也算不了。虽然日子咧过，有顺境，嘛有逆境，有好天，也有落雨天，总是阮知影，无论是啥物天气，啥物境遇，阮拢有主咧照顾阮，互阮毋免惊。主牵阮的手，行头前的路站。
祝愿你今仔日会早起，愿每一个兄弟姊妹，佮用着欢喜的心，组织做聚会，用感谢入你的门，用俄乐来入你的院。感谢主，俄乐主，主耶稣，愿爱你，愿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恳求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迄时，咱要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个所在，第一位是弥迦书第5章第2节，第二位是路加福音第2章。咱要用台语，佮要用国语做伙来共读。咱首先弥迦书用台语，咱做伙开声做伙来共读。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你伫犹大宗族中虽然微小，毋过有一位会对你遐出来，为我治理以色列。伊的君王对古早对上起头就有咱即摆用华语上主说：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你是一个小城，但是我要从你那里为以色列选立一位统治者，他的家系可追溯到亘古。第二位圣经节，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7节，咱先用台语来共读。迄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叫全国的人民拢登记户口。这个头一遍的户口普查是基利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实行的，众人拢登去家己的故乡登记户口。约瑟嘛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太的伯利恒，就是大卫出世的城。因为伊属大卫的家，是大卫的世系。约瑟甲伊的未婚妻玛利亚做伙去登记。迄时玛利亚已经怀孕。因伫遐的时，玛利亚生产的时到，就生头上囝。伊用布甲伊包，互伊困伫座内。因为客馆无所在，通互因住。咱这个是我们用华语一起来攻读。那时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要罗马帝国的人民都办理户口登记。这头一次的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纽任叙利亚总督的时候。大家都回本乡去办理登记。约瑟也从加利的拿撒勒城到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叫伯利恒，因为约瑟属于大卫的宗族，他要跟他订了婚的玛利亚一起登记。玛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当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她的产期到了。生下头胎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好，我们接下来还是邀请圣歌队。
已到大卫之城，也就是名叫伯利恒的地方，要和他所娶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伊在在唱歌，
天使伫旷野对各样的报好消息，讲无得惊，我报恁大欢喜好消息，互恁甲众百姓，就是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伊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有记号对恁显明，恁要看见，伊用布包困伫马槽里。恁要看见阳光变满，上帝囝出世，阳光归伫至高上帝，地上和平归伊所欢喜的人，阳光归上帝，归至高上帝。
地远远朴树看见金车光影影，有欢喜的声。传报君王今日降世，有金星出对天庭安排，传报五望互通世界。早时先知参与，但已经显现，就是有一个婴仔要赏赐互咱，伊要负担国政，掌权全人类。伊要称作奇妙大魔师，全能上帝，永远伫地天父，永远伫地天父。
来唱荣美奇妙圣诞歌，充满赞美、尊崇的圣诞之歌，来向以色列君王唱赞美诗歌。我们齐来虔诚崇拜，欢唱赞美我主天国君王，今日降生，基督救主君王，今日降生。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的上帝。感谢主，今天第一个阶段，我们的圣歌队、管弦乐团，还有我们的儿童诗班，唱出赞美主的诗歌。首先，我们看看这一群可爱的小朋友，我们的儿童诗班请起立，我们帮他们做点掌声，谢谢他们。哇，他们穿红色的衣服，有水不？啊，他们是有大将之风哦，将来是我们教会
很重要的人才哈。好，请坐，小朋友请坐。第二个，我们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管弦乐团，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乐团呢，有我们自己教会的青年、儿童，还有我们客座的老师一起加入这个乐团。我们在期待2年之后，我们有一个大乐团，要在类似文化中心那么大的地点，要来唱我们50几年的诗歌。我们期待这个乐团还有圣歌队有美好的预备哈。好，我们谢谢他们。再来我们的圣歌队。圣歌队，我们摇摇手，拍手，谢谢他们。很辛苦了，很多时间的练习哈。真的，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老师了哈，我们的林清长老，还有我们的诗琴，我们再次谢谢他们。好，感谢。我们接下来要第二个阶段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时候他们要退场。我们也请同工来协助哈。咱这个钢台顶的阶梯，还有我们乐团所坐的椅子要排回去。咱请同工中级来稍微安排一下，前面的位置可以恢复有人来坐。坐较边较角落的可以坐到前面来，我们就预备下一个阶段。在整理场地当中，牧师做一个插播的丢了哈，插播的丢。那呢，圣诞庆祝到今天中午就告一个段落。我们感谢在前2个礼拜，我们有很多的圣诞庆祝的节目。好，来问一下，我们有2次圣诞市集，有来参加，有来买的人举手一下来，有参加的举手。拍手给他们鼓励一下。我们也感谢在这2场的圣诞市集有真多人宽家的啦宽场地啦，还有预备各样的节目我们谢谢这一群同工他们所做美好的服事，我们也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好讲到插播我需要一个谱架。讲到插播我们昨天圣诞市集哇，好多人来买物超所值的，物超所值的。牧师昨天用10块钱买了好多组那个手机的充电线。有的人还有牧师用10块钱买一本中国古典的书，我那有来遐俗的所以为了好东西不要浪费，我们就邀请昨天。有些人的寻宝还没寻到的，我们在1楼第1楼现在还有什么呢？我的那个 iPad 给我。我们在1楼还有很棒的我们的二手货市集要欢迎大家礼拜结束咱小魔嘛给点圣诞礼物回去那这些很棒的圣诞礼物，有些东西真的你到市面上买不到。而且很实用所以你如果有需要请大家呢记得到楼下今晚唔免销售人员唔免你直接看到偌济钱就给落来就好那我们这些钱不是为了教会缺钱要卖卖东西，我们是要把这些钱存起来，要跟社区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个喜乐跟平安这些钱昨天应该卖了好几万块了。我们预备要跟社区这些比较孤苦比较软弱的我们的社区的朋友分享。我想这二手货本来放在家里根本没用了，没在用了，很好的货但是没有在用，但是别人很好用，而且还能帮助别人很棒所以等一下楼下我们可以把那些好的东西都带回家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下面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首先呢，很感谢我们的圣歌队他们美好的诗歌。所以呢，这个圣诞节不只是圣歌队的乐团的，或是我们的儿童的，是属于每一位的。所以要邀请大家给隔壁祝一下。怎么说呢？
救主降生，为你为我。台语也讲，救主降生，为你为我。大家甲隔壁请安一下来。确实哈，救主降生，为你为我，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这个美好神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先来做祷告，再来开始。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听到圣歌队、乐团、儿童诗班唱出了整本主耶稣降生美好赞美的故事。主啊，我们从心中再一次复习，再一次确认，主你的降生是为世人每一位的，为每一个世代的所有的百姓。主啊，在这个2024年的圣诞节，主，我们要从你的话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激励？愿神跟我们同在，愿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学习的，真的是跟主的救恩更加的紧密，更加的得祝福。愿神赐福你的话语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了2段经文，是弥迦书5章2节，还有我们的路加福音1到7节。这2段经文，牧师要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马槽圣婴奇妙救恩。马槽圣婴奇妙救恩，到底马槽的圣婴跟奇妙救恩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知道马槽成为主耶稣降生的记号。好了，这个马槽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呀，成为一个很好的话题。马槽我们台湾很少看到马除了那个马场才有更别说马槽在哪边，看不到马槽。但这个马槽竟然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一个非常特别的记号。这不只是一个故事，或是一个曾经发生的，它有一个救恩的奇妙在这边。我们知道耶稣出生的时代背景，耶稣出世的时代背景，就是罗马皇帝、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做奥古斯都啦。俄高苏都，这位皇帝呢，他很会管理，他就想说，我这个庞大的帝国到底有多少百姓，我有多少的子民，我要好好的把它统计一下，所以要办理户口登记。按我们台语的圣经写的我们较老辈较知影，讲做家家，做家家捌听过无？做家家就是一家一家甲统计也好。记得牧师在小时候台湾还在戒严的时代听到这个故事，知道的人点头人就知道有一点年纪了啦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家里大家都睡着了，突然间家里的灯点灯亮起来了，有好几位陌生人就走进来家里面，就开始点名你们家几个人连我们睡在房间睡觉的小朋友都要点。原来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大概10年或多久就要重新做一次户口的登记，那这是要有效统治的一个手段。原来这个故事在罗马的时代就有了这位奥古斯都可能我们名字听得比较不清楚，有的人读西洋的历史叫做乌大维就是凯撒，继承凯撒这位罗马皇帝的统治者，当时是非常有名而且管理非常严格的。他在年老要交棒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我进来统治这个罗马，特别是当时的意大利罗马的时候，它是一片沙石，一片荒野之地。但是当我要离开，我交给你们一座用大理石盖好的伟大的城市。那他等于就是在宣告说，我真的尽到我的责任了。那耶稣就是在这个时代诞生的
这个就是奥古斯都、屋大维他们的大理石雕刻非常的漂亮哈。好了，故事来了，马槽的圣婴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圣经路加福音记载说，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啦，天使在旷野把遐羔羊的报佳音，报什么佳音？对这段话，我们一起来念蓝色的这段字好不好？预备来，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降生了，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这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感谢主。我们以前我们台湾12月25号还放假的时候，也是有年纪的人都很怀念那一段24号平安夜半夜到各家庭报佳音那一个奇妙的感觉就是没办法用别的办法代替的，有的用走路的，有的用骑车的远一点的开车他们训练这一群报佳音的年轻人，就用这一段话跟我们要去的家庭给他们报佳音，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一个重点是说，一个婴儿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这3段，婴儿布包着放在马槽里，他说这个是记号。好了，这个记号2000年来我们一直流传着。路加福音特别重复了3次，在路加这段经文7节、12节、16节，马槽、马槽、马槽。可见马槽对于路加这位作者是非常深刻记忆的重要的。不过问题来了根据后来的学者或是很多圣经的研究专家研究马槽的马是后来翻译增加的，多一个马其实是槽的意思啦。因为英文它叫做 manger 应该是在饲动物的就对了，饲精细的这个槽就对了，那个槽。牧师在小时候最常看见的槽是什么槽呢？起低的低调低折啦，低折。因为当时喂牛，好像我们家也有牛，但是牛没有一个槽就直接放在地上让它吃草啦，是迄个搭的啦但只有猪，因为猪要有喷有喷一个槽，唔才倒会落去，安尼较袂老掉草是搭的呢所以照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喂牲畜的槽，不一定是指马。为什么有这样的解释呢？因为马槽在当地犹太当地一般百姓只准你养驴子、牛跟羊，马是有，但是不行养，因为马等于是战争的武器所以当时民间的人来养马，应该有一点像是我们台湾说你私自持有武器这种概念。好了，那为什么圣经一直写马槽？我们现在今天也一直用马槽，我们可能要把这一个概念稍微做一点修饰了修饰。有关耶稣降生的名画，就是那些图画，很多都是画的马槽中有羊、有驴，还有一头牛，很少画马很有趣那为什么圣经也写马槽呢？我们有一个线索了我们现在的新圣诗特别台语的兄弟在唱圣诗，你注意等于甲献圣诗61首。古早咱对细汉唱的是讲，第一个要做呢，无有那通用，什么做？要做。但即马新圣诗唔是顶摆迄个录音都无出来，咱遮是牧师特别甲问讲。即马哪会改做羊调咧？较早讲马槽咧，即马你也唱讲，第一个羊调来，无有那通用。换句话说，什么槽经过
考证或者研究，不一定只是马槽，或是马在吃的草啦，羊条嘛是。如果说从羊鸠看起来应该比较合乎当时当地的生活状况啊呢。好，这首圣诗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无油拿糖盐”，没有摇篮可用，只好放在马槽。马槽因为可以铺上干草嘛，所以小孩子躺在那边。你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的可爱的婴儿，台湾就欠囡啊，你敢知？每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一定把它放在保温箱里面，对不对？哇，顾好，惊讲伊冷着，安怎着？哇，咱要看小朋友大先拢先去那个病院，那个玻璃窗外面，看看我们的可爱的小朋友躺在可爱的保温箱安详的睡着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无油拿糖盐，就放在马槽上面那里。这个就是一个故事的场景啦。好了，根据学者的研究伯利恒的马槽的原始景象是什么呢？一般的，我们不管马厩或是羊厩都可以了一般是建在山洞当中，山洞，要不然就是有一块石壁把它挖掘深入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当时的马厩、羊厩都是环境恶劣的地方，潮湿、肮脏，牲畜味很严重，味道很腥味很重。牧师曾经在几年前有机会去，就是去旅游在圣地旅游。那有一个地方耶稣诞生的地区呢，导游特别带我们去看一个，我不敢说是真正这个地方了，因为很多地点，他们就给我们展示了，在有一个岩石突出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凹的一个洞，然后进去看，说耶稣降生就像在这一个情况当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环境很恶劣的地方。对比说，我们现在小朋友放在漂亮、安全、卫生的保温箱，实在是差距太大了这是传统，在很多名画在画耶稣降生的景象你看一个马槽的圣婴，有的是这样画，比较非常很像圣诞卡，对不对我们在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拿到这一张圣诞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圣诞礼物很多美国那个时候有米丸的，你知道吗？米丸的足多美国他们当地的基督徒就捐出了他们的圣诞卡，哇，一大堆就送到台湾各地。那我们在最偏远的地方，澎湖也拿到这种卡片。那个时候除了这个漂亮的卡片，里面就是写了很多用草写的英文因为他们是用过的。圣诞卡哇，写足多英文呢，也叫好那个小朋友看不懂，但是感觉那很温馨。我们记得当时很多人的家里面这种圣诞卡舍不得丢要么就夹在圣经圣诗里面，要不然就贴个墙壁哇，好像收集那个宝贝一样好，就是马槽是最大的象征。你看有些画的羊啦，还有很多那些博士啦、天使啦，好，这些都是他没有画马，就有牛在里面。换句话说，主耶稣降生在马槽的属灵景象，应该就是周遭都显示的淳朴跟卑微，跟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看看刚刚读的第一段经文我直接看华语的就好。上主说，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你是一个小城，但是要从你那里为以色列选立一个统治者，他的家系可追溯到亘古。旧约先知的预言，虽然城市很小，但是要诞生一个伟大的君王统治者。那跟我们刚刚看的一个小婴儿降生在马槽里面，那个差距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对耶稣降生的理解当中，有一些歧义在了第一个差异就是很大的对比，
先知预言上帝应许要差来救百姓的那位君王。君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概念，就是安尼非常金碧辉煌，皇宫里面到处都有，对不对？是基督，是弥赛亚。好，这一些话大家耳熟能详，那些当时的犹太人都这样期待，但没想到这个君王出生放在马槽，你看这个差距多大。再来，我们再看耶稣的出生，哈。耶稣的父母是很普通的犹太平民呐，他就是太普通了，没有什么特权。要么应该有一些有特权的人不用回原地去办户口，有下骹手给办的就好啊，伊爱登记嘞。而且玛利亚已经怀孕了，啊，坐着驴子啊，一路颠簸摇晃，咱都嘛知影啊，孕妇哈最好不要太劳累，对不对？啊，舟车劳顿是最忌讳的嘛，何况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么好的医疗设备、医疗的情况，啊，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必须要刻苦、困境的一路奔波。原来，照历史的记载，耶稣的父亲叫约瑟，他们是住在拿撒勒。拿撒勒要走到伯利恒是一段很长的路程。现在开车都要经过应该1个多小时吧，但是他们走路更久了，难怪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说，没为人大，没客店人大，因为大家经过君王这样的宣告，大家整个全罗马帝国的人都动起来了哈，他们回去登记，因为这个也是一样，父母亲没有什么明显的出身背景。再来，东方来的博士，我们都知道，我们习惯说东方三博士，也不一定，因为圣经没有说三呐。他们悄悄的来，他们只是问了说，降生为犹太人的王在哪边？到处问，然后找到了。后来圣灵启示他们说：“不要声张，不要太张扬。”他们就从另外一路回去了。同样，天使报佳音的牧羊人，他们也是在夜间旷野单机受冻的贫苦劳工呢。我们知道，在犹太的旷野目前还有一种人叫贝都因人。贝都因人他们没有自己常住的住家，他们都住在野外帐篷。啊，这些民族呢，可能是当时牧羊人的一个后裔哈。好，你看。整个历史的状况都没有看到这位君王是多么的伟大，没有。而且我们再看，耶稣卑微降生，伯利恒跟耶路撒冷都是很静谧祥和啊，没有任何的波动，无人知晓。就好像平常家里面一个小孩子降生了，其他人忙自己的事，没有人管，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热烈庆祝主耶稣的降生，那个给我们的领受是什么呢？我们先要回到这个卑微的马槽，然后看到我心中的马槽，我心中的马槽。我们要回到自己的信仰，回到自己的侍奉主的态度。我们怎么样回归到那个最单纯、最卑微的马槽，然后才能看见主耶稣降生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先要有平静安稳的心，有如主耶稣降生的平静祥和，没有任何争竞跟喧闹。所以我们会喜欢唱平安夜，圣山夜，就是那种安静的气氛，很多人喜欢。特别是在喧闹的现在这个世界，宁静祥和是多么大的恩典。你有没有像主耶稣降生那种回到平静祥和的态度呢？第二个是洁净单纯的心，因为耶稣的出生跟动物在一起，在充满腥臭味的羊厩马槽，但是他却超越了一切的脏乱跟污秽。人不是因为他的出身有多低，或是他
的环境有多么的困苦，而是他的心智是不是很高尚？他的心智是不是像主耶稣？他是不是看见人的美好，上帝给他的恩典？这是我们从马槽所得到的学习。第三个，我们要有谦卑柔和的心。马槽本来就代表地位最低，就是没有再比这个更糟糕的环境了。但是我们知道，却成了主耶稣的宝座。圣经雅各4章10节说：“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提升你们。”所以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本色，就是我们即使非常的强，我们即使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绝不夸口，我们是用谦卑的心来面对。就是遇到一群很凶恶的人，我们都有主耶稣的爱他们。所以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不是因为你软弱，而是因为你能够看出一切事情的根本，用主的爱来超越这一切人生的冲突跟困境。”弟兄姐妹，在今日的伯利恒，就是现在的伯利恒，现在是伯利恒是属于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不是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是在这个约旦河西岸，原先是联合国分配给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那边有一间非常古老的伯利恒圣诞教堂，所以那个教堂就在纪念主耶稣降生的地方，里面有很多摆设，就是证明说这个耶稣当时降生在这里好，那个伯利恒的教堂有一个小小的入口，人把它称呼作谦卑之门。原来那个礼拜堂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个门那么小，是因为当时我们是知道中世纪不是有十字军东征吗？他为了怕战马直接冲进门进去，所以又把那个门缩得很小。后来就保留下来，但是不把它改建高一点，所以要120公分左右的高度我们现在长大人大概都150以上嘛，所以你要低头谦卑的进入，要低头才能够进入。这个是今日的伯利恒圣诞教堂经过很多善心基金会捐钱把这间教堂又整理得非常漂亮。很可惜最近这几年那个以色列都在打仗所以观光客是很少很少。不然的话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把圣经的故事跟实际的场景做很好的对照。这个就是圣诞教堂的谦卑之门很小很小的谦卑之门，很小的谦卑之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从这些故事里面一起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马槽圣婴成为一个救恩的记号。到底这个很卑微的马槽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上帝把婴孩耶稣放在马槽，就是喂牲畜的食槽，它是一个救恩的记号。什么叫救恩的记号呢？你知道马槽是给马吃草的，吃饲料的，让它喂饱的，对不对？好，从这个点出发，我们看到圣经很多的话在跟这个有关。第一个，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1章就看到玛利亚圣灵通知她说你要怀孕生子，她后来做了一首尊主颂，在1章53节那边，她有特别一句话说：你要叫饥饿的得饱美食。换句话说，主耶稣降生是要看顾那一群非常困苦的，连东西吃饱都没有的，你要叫他得饱美食。这个是神来到世上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二个，主耶稣他在山上宝训的时候，他又说：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恁嘴大腰高的人有福气，因为你要得到饱。腰高嘴大，耶稣基督不是讲天马行空，他是要我们这个世界要饥饿的人得饱美食的。这个救恩是实实在在的，
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的。第三个，耶稣他自己宣告，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这一句话已经把它提升到什么情况？不只是我们日常三餐吃的食物了。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你是借由享用主耶稣所赏赐生命的粮，你要得着整个生命的得恩典、得重生、得祝福。最后，我们熟悉的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是不是？他跟学生一起来吃晚餐，最后的晚餐，因为当晚他就要被抓去被逮捕了。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拨开。他把这个饼视为什么呢？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从一个马槽的象征，给马吃饱的马槽降生在那里。这位婴儿后来他宣告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弟兄姐妹，愿今天我们一起高声欢唱主耶稣的降生，我们一起从这一个马槽的圣婴儿，看见耶稣躺在让动物吃饱的食槽，预示吃这个粮的必要得永生，必要永远活着。这是我们生命最大，为什么一年一年都要庆祝的原因呢？不厌其烦的重复讲，是因为这是关乎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神的子民得生命饱足的力量。而且这个食粮在末日，耶稣要让吃这个粮的得复活。吃这个粮的，耶稣说：“我要在你们里面，我们要在耶稣里面，你也在耶稣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整个借由民生必须的食物来见证这个生命跟主耶稣的救恩完全的结合。弟兄姐妹，在马槽的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是上帝给世人应该是一个非常神圣救恩的，让人饱足的一个大宴席。很多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为什么会享受圣诞大餐？请记得，在吃圣诞大餐不是为了让你吃一顿非常非常的丰盛，是让你思考说，主耶稣你就是最丰盛的，我领受了，我要得祝福了。而且我们还分享给一些比较弱势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百姓。这时候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从新圣诗来的，53首，在夜深人静时，他用华语的，我们要一起来用唱华语的来唱这一首圣诗的新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坐着唱。有同工如果可以有麦克风也一起来帮忙唱，一起来。在夜深人静时，主耶稣降生，他容貌多美好，他卧在旧巢，牧人怀抱小羊，来到主身旁，献小羊给救主，以爱为礼物。第二节，在夜深人静时，主耶稣降生，见众人都欢喜，他也笑眯眯，
跟着来到，看见主容貌，献宝物给耶稣，感谢我天父。第3节，主耶稣，我爱你，请住我心里，我全心又全意，尽一生爱你，献我所应，回报大感谢，成为你所欢喜光明的儿女。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为了爱世人、爱百姓，为了拯救我们从罪中来脱离，你差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主要说，你用上谦卑的方式降生，在客店无所在的所在，耶稣倒伫马槽呢。主啊，这互阮什么款的调头，什么款的记号，是主你疼世间人，互世间人通过食主耶稣基督所享受活命的饼，阮就要得到帮助，我要得到生命的快乐，而且我要得到永远的活命。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主耶稣的降生、马槽的记号，成为我们一生跟随主耶稣的道路。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人的软弱，看见弱势者需要求助的，让我们因为主的爱，将你的爱分享给他们。这是我们学习东方的博士拿礼物送给耶稣，去朝见耶稣最美好的礼物。因为再珍贵的礼物都会有用完的一天，它是爱心的礼物，帮助弱小的礼物，关怀孤苦软弱的人，是主耶稣最需要的。所以主耶稣，你降生在马槽，对我们一直在说话，让我们一生愿意领受这样恩典跟祝福的时候，也将主的爱分享给更多人，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分享给我们身边的好友，将福音传扬给他们。因为我们今天的敬拜，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加确信，这个生命的粮一生要跟随着我们，让我们有力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生命的丰盛来见证主耶稣生命的粮给我们的力量跟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奉献。今天是2024年最后一次的奉献，下个礼拜如果你的奉献将记录到2025年，因为今天财务部那边会整个结算哈。今天是圣诞节，当你在奉献的时候，也献上你的感谢，感谢神一年的带领，一年带领我们走在他的恩典之路上面，献上你自己的感谢，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奉献自己的一点点心意为教会的事工来做金钱上的奉献。
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好，咱做伙来念12月的金句，先用台语做伙来坐念。世事无信，就袂话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咱煞只用国语华语做伙来坐念。华语没有好，好来，我们看周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6节。好，此刻我来报告。咱先开周报。第4页，因为周报拢写甲真详细，所以我大概会拣几项提醒。请咱大家因为周报伫办公室还是牧师拢真用心咧写遐个细节啦，所以咱若是讲伫遮念足久，读足久，咱的时间就较长，所以我就无读遮济细节啦，咱看第1项，咱今仔日是圣诞的赞美礼拜，咱真正真感谢圣歌队啦，特别咱的指挥甲司琴，一个人要会当做一个代志，都无简单啊。但是一群人做伙做，那个就是团队，团队非常的不容易。咱请个借咱大家的掌声来甲因说多谢哈。佫特别佫今仔日佫有加入去主日学啦所以因有那真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彼此的默契合作。这个都非常重要好，第2项就是咱伫12月27，咱有一个年终祷告会，就是后礼拜会拜，佫过来即个礼拜的拜5，7点50到10点10分，咱做伙来教会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咱做一个年终的祷告会。咱看第3点就是中保大道事工要征求第51期大道的同工。你假使你若有感动请你会当加入即个团队，无看你是啥物时间拢会使。有小代祷室，佫有大代祷室，选择你可以的时间。半点钟。是团长嘞，团长在哪里？我说半个小时，有时候是半个小时，应该也 OK 啦我想上帝是看你的心，你会当甲团长讲好，咱看第4项，咱本会第1季的重要事工，咱一定伫遮是9点啦有9个小点，然后从1月到3月我就没有。一项一项来念，请咱大家会当家己看咱过来的第1项是1月初5，就是首长的就任，请新的年度的首长会去迄一天来就任。
第5点，我拄则有讲，就是2024年的奉献，咱就是到今仔日，吼。后礼拜虽然12月还未结束，但是财务部迄边需要结束，吼。所以你若后礼拜摕来奉献，就是归到2025年，伊才有写甲真清楚啦，吼。咱顶礼拜有有甲大家讲啦，吼。好，第2点是感恩节，咱的迄个50禧年的奉献，吼，真正感谢上帝，吼，互富强教会正会友愿意，吼，奉献恁家己的金钱啦，吼，为着教会的事工。搁煞接，咱看第5页。第5页吼，这就是爱咱的各单位搁团队来合作。因为咱每年即个旧历年提早吼，敢是1月底就旧历年啊，吼，所以年到啊，咱进前有真侪事着爱做吼。咱的牧区团契、何西团队的过价簿册，搁团票，伫1月12，咱今仔日是12月，今仔日22吼，咱是1月12。请咱甲恁的各团契牧区吼，各小组恁的即个会计的簿册，还有传票咱伫1月12以前，毋免拄啊迄日啦吼，就是以前，截止是在12号送到办公室。咱可能有个人，咱就无咧担任即个事工，所以讲有会计簿册，搁有有传票。所以我们背后都有一群为我们服务的人，默默的伫咧服侍的当中，所以咱嘛是爱感谢遮个伫即个事工顶面伫记录欢笑啦，送啥遮个人伫遮借大家的双手，先甲咱财务部所有的都当工，互因一个热烈的掌声。咱的财务部，李志强长老都要行伫后壁吼。伊若是咧开，伊拢爱礼拜时拢爱差不多3点4点较有转去，这无几职哦，所以每个礼拜日都需要花这么多时间。还有呢，其他的同工也是其他的同工包括算钱、写记录的好，咱拄则讲的，这是牧区团契这个会计簿册请大家人准备好势交到办公室交去伫办公室要创啥？咱阁有一个会计检察员咱比国税局阁较严咱的公司行是国税局在查账，但是咱教会咱有一个检察员咱有过来的啦，伫遐做伙来查账审核，所以都很慎重。好，咱即马来就是合会，拄则讲合会要到遮的资料，就是为着合会征信，逐个人拢知影。教会咧咧做啥物代志？即个财务安倒去，所以这拢爱征信，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合会手册。咱要2月23，2月23敢过年过啊？过啊2月23咱要举行定期的会员合会，所以咱爱编印一本手册。这本手册内面。就是收集各单位的资料，你若假使讲你无交，我这本就交袂出去通印，所以咱伫1月12号以前，1月12号以前，甲你的资料用电子档，你毋通印出来，印出来办公室爱搁停拍，所以安尼增加这个工作量，所以你用电子档电子档。伊修正就会使请你用电子档，互办公室的秀婉干事，伊会去会诊好，
咱今仔来线接第7点相连团契，伫下礼拜的主日，因要举行一个真言抄写奉献的祝福礼，真言抄写奉献的祝福礼，真无简单吼。双联团契是咱教会年纪上大的团契啦，因愿意用上帝的话语，抄写，我相信领受的祝福是因家己本身上济啦吼。伫个下晡3点，要伫即个主堂来举行一个祝福的礼拜，请相联团契的客友会去即来参加。第7点就是咱今仔日因为2堂的礼拜做1堂，所以今仔日的主日的午餐爱心午餐暂停一次，咱的心灵转角也小想有那是暂停，咱主日午餐其实工作人员拢做辛苦，咱有那借大家双手给因一个掌声啦咱的团长里头信昌长老团长真正张罗啦伊爱张罗一些事务真的很辛苦，爱有一个团队了爱个精力咱安尼屁咱食饱安尼碗洗洗咧，咱就走但是因就搁爱经历迄个场地所以默默在背后为我们服务。来的是心灵转角心灵转角，今天他们也是暂停一次。那我们的荣泰团长在后面咱先想给荣泰团长拍手，还有他所带领的团队服侍的人好，这是咱今仔日报告，其他肢体交通的部分，我就无伫遮啦报告好，也是迄个奉献的真信，请咱家己过目若是有出入，会记得爱甲即个财务部来提出来订正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们要介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了我在这个资料当中有新朋友的名单，好，我按这个来念好了。黄宪义弟兄，黄宪义弟兄在哪边？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再来是黄心宇，黄心宇姐妹，欢迎你。应该是全家福做不一样这个单子有写好，再来是潘涵怡，潘涵怡姐妹在哪边？欢迎你。还有苏文德，弟兄，欢迎你们。我看到这资料写讲是博玉站起来一下，他的姐妹还有妹夫啦欢迎你们，还有小朋友。再来是张崇坤，先离开再来就是陈佑豪弟兄，欢迎你。还有我们的郑耀典弟兄，欢迎你。我们在场还有很多位，应该是我们的乐团的亲人，还有新朋友，你们摇摇手可以吗？我们没有资料，但是欢迎你们，好不好？拍手欢迎，谢谢。好时间很宝贵了虽然2堂礼拜，反而比较早结束牧师做一个重要的提醒跟补充就好。第一个一般的教会在圣诞节都会举行圣诞大餐。那这几年来，因为教会人数太多，我们没有适合的场地，都是由各单位、各小组、各牧区自行举行所以今天刚好又是圣诞节，我们又没有爱心午餐请大家体谅了不过鼓励大家参加小组，还有牧区团契，因为他们各自都会举办非常热闹的圣诞的宴会啦、茶会这个是要给大家报告的。第二点是我们今天是代降节第4主日啦，但是因为我们在圣诞节那天没
没有假日，所以我们今天提早做圣诞庆祝。那这个蜡烛有4支，是紫色的，中间有一个大的白色的这等于是救赎主，他白色的代表主耶稣降生再来就是记得我们的整个年度的施工，最后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12月27号，12月27拜五暗时7点50，咱们举行一个年终的祈祷会不只是小组的弟兄姐妹，希望全部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来一起向上帝感恩。1年来神的祝福，我们要为新的1年来求神的恩典所以大家把这个暗时的时间留落来，做伙来教会咱们举行一个进入丰盛、领受祝福的年终祷告会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拜五啦，不应该是12月30日才来举行我们听我们的代祷团队讲，每年咱49周年要进入到50周年的时候，咱要用12月31号来做纪念祷告会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牧师提起过了我们楼下还有很多非常棒的二手物品。昨天你淘宝还没有淘完的，还有今天才看到的，欢迎大家把所有的物品都买回去，因为太便宜了，带回家又好用，然后用捐献的，好不好最后一个报告就是我们周报里面有写我们下个礼拜天是最后一个主日啦，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要举行那个医治祷告，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他勇敢到时候到前面来，一起来为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来医治另外还有我们这个教会的福音月历今天有需要的赶快去领不然下个礼拜过后，可能新年就到了，也许有剩的我们就要分享给第二个有的家庭要拿第2份，我们就要分享出去，不然的话过年了就没有用到了我们祝福大家，我们再一次给隔壁祝福一下，说圣诞快乐，新年恭喜，好不好？来祝福一下。好，好，我们一起来吟唱最后的诗歌，请起立。普天同庆祝临世界，全地也真困乐，大家为主必办所在。万米尊重，有着万米尊重，有着万米尊重，全地欢喜求主掌管，世人同着相伴，产业康好，山野变化，欢喜的声无煞。欢喜的声无煞，欢喜的声无煞，最后必上无过生活，是配一切赞歌，我主临到，福气充满，新年无过怕恨，新年无过怕恨，新年。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借着主耶稣降生美好的信息、生命恩典祝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会传福音、愿意传福音、为主来奔波、
让主的爱充满这个世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神的恩典与大家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来默祷。